说来讲政治新闻，先讲民众党。民众党主席郭明鑫伫总统大选期间的政治现金申报无实在，被人质疑讲伊的资金好亲像有流对幕后公关公司。北检掌舵指挥调查局兵分7路去搜索，嘛以被告的身份约谈这个会计师，也就是一般讲的会计师段木正、幕后负责人李文官，另外竞总的财务长李文忠甲年奥视录的公司负责人戴丽玲，拢是以证人的身份交案说明。段木正甲李文官分别以100万加150万交保，这个幕后其中一个员工加段木正一个助理呢，是由证人变被告。会觉得被民众党背叛啊？柯文哲现在把责任都推给你，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啊？经过几暝问话，会计师段木正看起来真忝，惊出地检署唔愿加讲。北检侦办郭文鑫政治现金消灭的案件，段木正方裁定以100万交保，限制出境甲出海，都爱逐工汇报行踪，协助伊经手消灭圣诞的助理，嘛为证人转列被告，问为了后请回。检方认为段木正伫消灭动卡手，牵涉到伪造文书等等的罪嫌。那幕后公关的负责人李文官，保释金是150万，共款限制出境甲出海，科技监控，以社会员工证人转被告50万交保。那你的心情怎么样？这样子？还好，比较累。李文官的亲阿兄郭文鑫竞选总部财务长李文忠，甲承办做些活动的视录甲年奥公司的负责人戴丽玲，是问为了后被请回。检方大动作搜索侦办，严格转列被告的拢是会计事务所甲幕后公司的人员。金流更加是关键，其中幕后替民众党卖竞选小物作为政治现金，严格消灭等权的收入，煞敢若无转来到民众党内。再加上老报甲误报，消灭正乱，幕后公关甲民众党部拢设伫同一栋大楼，关系大吧。洪志奇讲，恐惊是民众党内的小金库，资金流入幕后了后流向队，检方将会继续追查，有可能会找黄珊珊甲郭文鑫来问话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